国在东突厥斯坦建立了集中营，非法拘押了数百万维吾尔人，被视为其反人类罪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继续进行文化大屠杀。最近有消息称，有象征意义的和田市大塔将被拆掉。东突厥斯坦新闻社则报道，和田市中心的该塔已被当局拆除。马来西亚宗教事务部长关于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发文引起了马来西亚民众的不满。最近，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马来西亚宗教事务部长穆加和德在脸书上分享了一些图片，并赞扬集中营。目前有数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被关押在这些设施，被认为反人类的。他的言论受到了马来西亚民众的批评。非法难民问题使欧盟国家陷入分歧，意大利政府的难民政策日趋强硬，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批评。与此同时，德国难民救援组织海洋观察一艘救援船于海中滞留2周后，周五晚硬闯意大利港口，女船长拉科特被捕。涉事船只本月于一艘难民船上救起53名难民。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说，目前的意大利政府指责欧洲缺乏团结，并在没有与欧洲合作伙伴协商的情况下寻求解决方案。关闭港口违反了海洋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板门店朝韩边境非军事区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历史性会面。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同抵达板门店，在与金正恩握手之后，特朗普跨越了分界线，在朝鲜一侧行走数步，之后两人一同来到韩国一侧，进行了闭门会晤。特朗普说：“来到这里是我的荣幸，能跨过这条线我很骄傲。”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就朝鲜核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海军驱逐舰29日进入黑海，俄罗斯方面表示已派巡逻艇对该驱逐舰进行监视，并将密切关注美国军舰的行动。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黑海舰队在6月29日莫斯科时间19点20进入黑海水域后不久，就开始观察该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声明还说，美国军舰今年第5次进入黑海。据莫斯科政府称，美国和北约最近开始增加其在黑海的军事存在和地中海活动。